開住個篷揸時速300公里係咩感覺呢？170幾萬買呢架車返去你可以試嘅。如果你覺得加州或者加州 T 太有年代感，一眼就係部舊法拉利嘅話呢，咁呢一部精裝版嘅加州 T， 佢改名叫 Portofino， 可能就更加啱你。19年4萬1公里嘅車，你哋見到仲係貼住緊型車衣嘅，呢隻油漆同我哋見到嘅呢啲拉利係顯然同一個紅色色號嘅，佢係要錢嘅，要幾錢唔知道。啲舊款拉利嘅價錢差距，其實主要就過戶次數，特別舊嗰啲咧就睇下係咪曾經做過租車啦，有冇調標咧。19年嘅車就睇過戶數多唔多，因為你去買架全新嘅，而家叫羅馬，啱啱先出開篷版嘅，所以你去揀架開篷羅馬，起碼都230-4先至揾到車嘅。如果張凳都仲好新啦，呢啲側翼位咧都有些少折痕嘅，門皮冇花到啦，方向盤一啲包裝都冇啦。維保記錄顯示主駕側邊嘅呢張地氈咧係拆裝過嘅，工時費1100幾蚊，空調管漏水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。雖然硬頂開篷，嗰架加州咁舊都未漏水啦。有100大幾十萬預算玩拉利，唔會有人講咩買得起養唔起啦，係嘛？呢啲拉利而家保養唔使錢嘅。喺佢身上你見到每一樣黃色嘢，除咗方向盤個 logo 之外，都係要錢嘅。車主啱揸過嚟寄售，個機蓋仲係辣手嘅，又係我哋凸顯寄售優勢嘅時候啦。寄售只收你1個點服務費，我賺少啲，車主就賣貴啲。